很喜欢，然后是因为我爸爸是原来去抢的产业。他很辛苦，从年轻的时候就离开部落到外地工作，而且他是跑船的，他的外地都很远，在乌拉圭、阿拉伯或者是南非这样跑远的渔船，然后船以前船很小，不像现在那么大，一跑船啊，在船上啊，那个船就像监狱一样。你只能在船上面，哪儿都去不了。我不知道那样的日子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啊，只是从爸爸口中这样淡淡的讲，然后，他真的是牺牲很多岁月，然后为了我们家的这首歌《原来一传》的心情。